哦，黄大哥。喂。哦，董舅某请你大追顾啊！哦，系啊，董舅哦，对啊，真的最近生意好不好啊？最近生意啊，你看现在刚开始而已啦，身体以后啦。哦，以后啦。都不景气哦，会影响。真的有影响，会影响。黄大哥，你在切什么啊？在切冰块。啊，切冰块？对，因为要配合这个杯子的大小。你看现在还差一点点，才洗的哦。哦。但是呢。这酒多下，伊都冇空用的哦。嗯，我看起来好透明哦，好像一个水晶哎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这手指这样转，哎呦，刚好了。哎呦，哦，好特别哦。哎呦，好啉哎。好啉嘛。哦，好啉嘛。嗯。哦。哇，这个酒好喝啊，好喝容易醉哦。对不对？食酒莫试茶。哦，试茶莫食酒。哦，对。像有个大安全。哦，行路来就好呀。所以我今天就行路来啊。说啊。哎，黄大哥啊，像我们这个台北的夜生活比较多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生意啊，哦，做多一多点嘛。当夜平常的时间做到3点。3点？哎，了热了又加热的话就做4点。4点哦。哎，不过今天这个时间也不早了。我待会还要赶快再赶过去，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啊。哦，好了，那这样子，这个安置 C 哦。唔会啦。好，当神梦了。哎呀，神梦有限了掉。哦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带去喝。不可以，把它喝完了。喝完了，喝完。你糊弄我啊？真的吗？那我待会慢慢喝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啊，太嘎，这欧以后哈嘎发，然后来我们黄大哥的 pub， 哦，跟他公公哈嘎发，喝一点小酒，所有的压力全部抛在脑后了，多好啊！好，不要忘记啦。哎，黄大哥，我边走边喝了。可以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大追顾，变阔，行路。无事差了，很久无看到，食酒无事茶，试茶无事酒，试茶无事情。